歡迎光臨落馬洲站。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及離境大堂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再沿引導徑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離境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出閘機。出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再沿引導徑前行，便可到達離境大堂。